大家好，我係木頭妹。呢條影片係名古屋大阪之旅第5日。今日我哋完成咗高山嘅行程，會返去名古屋，喺酒店食埋早餐就出發啦。離開飛驒高山，我哋都係搭高速巴士返名古屋。上車嘅地點都係高山龍飛巴士中心，喺 JR 高山站隔離。旺季都係記得要上網提早預約。車程大概3個鐘。中途會停一個站俾大家去洗手間。我哋喺終點站名鐵巴士中心落巴士，再轉地鐵去名古屋城。喺名古屋站坐英通線搭到去九屋大通站轉車，轉環狀線搭一個站就到名古屋城站。到咗名古屋城站就可以喺7號出口出閘。上到嚟就見到呢個打卡位，行入啲就會見到一排食店。沿住食店向前行，就會揾到買票嘅地方。成人500yen，開放時間由朝頭早9點至晏晝4點半，4點就會停止入場。今年天守閣正進行木造復工工程，所以內部全面閉館，冇辦法登樓參觀，只能夠拍攝外觀。行完名古屋城，我哋再搭地鐵去食鰻魚飯，坐環狀線過2個站到榮站，喺 S8 出口行5分鐘就會到花崗鰻魚飯店。我哋排咗大概半個鐘，店鋪比較細，位置唔算多，有唔同級數嘅鰻魚飯可以揀，價錢由3400yen至到6700yen左右。鰻魚係用炭慢烤，外皮燒到微微焦香鬆脆。食完鰻魚飯就去綠洲21，可以步行過去。呢度係榮區嘅一個打卡點，最靚係有一個好似宇宙船嘅一個觀景台。行上去呢個橢圓形嘅觀景台就可以望到名古屋電視塔。夜晚 LED 燈會變藍色、紫色同埋彩虹色，仲可以睇到市區嘅夜景。有個水池，可以揾啲角度影埋個塔嘅倒影。跟住我哋就去買名古屋嘅名物雞翅做宵夜。因為酒店住喺名古屋站，所以搭返地鐵去嗰邊，去高島百貨嘅 B1 層。世界山之醬，買完之後返酒店食。分享就到呢度，鍾意呢條片嘅朋友請幫忙 comment、share、like 同 subscribe。唔知啲雞翅係咪凍咗呢？食落口就好似有啲腍。多謝觀看，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